我想同你講句真心話，我真係掛住你，唔係嗰種得閒先諗起嘅掛住，而係入咗心之後，你喺唔喺我面前，我都會不自覺諗你，你有冇回我信息，我都會望一望電話，然後扮到好瀟灑咁心懷失落。嘴巴可以逞強話我冇事啊，但個心好誠實，呃唔到人。就算我哋冇見面，冇聯絡，我都仲係會喺心入面留返個位，唔嘈唔鬧，安安穩穩咁擺住你。我成日同自己講，掛住一個人唔係罪，鍾意一個人唔係錯，望唔到更加唔需要自責。真正嘅錯，往往係時間同時機。你同我相遇得太啱，又太唔啱，啱到一眼就中，唔啱到我哋偏偏冇辦法行到同一個終點。於是就變咗今日呢種，明明唔係陌生人，又唔可以名正言順，明明心入面好多說話，又要逼自己講，算啦。人世間最折磨人嘅，唔係完全得唔到，而係差少少。差少少可以牽手，差少少可以成家，差少少可以將對方寫入自己嘅未來。但偏偏就係嗰個少少，足以令你夜晚瞓唔着，早上醒來心口悶，行街聽到一首歌都會忽然眼濕濕。你以為自己係懷念，其實好多時係唔甘心，唔甘心明明咁真，點解結局要咁淡？如果注定做唔到親密戀人，又做唔到雙手夫妻，咁點算？有人會話斷晒啦，咁先乾淨。亦有人會話唔好斷，我捨不得。其實兩樣都唔一定啱，最緊要係你有冇能力承受後果。若然你仲想同對方有聯繫，但又知道再行前一步就會爆煲，咁不如做朋友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做朋友唔係用嚟拖住自己，更加唔係借朋友之名偷偷等復合。真正嘅朋友係淡淡咁欣賞，淺淺咁鍾意，唔近唔遠咁望住，唔用對方嘅回覆去衡量自己嘅價值。最怕係咩？最怕你唔捨得就將呢份感情養到變災難。你開始要求更多，要對方秒回，要對方報備，要對方承諾，要對方俾你一個結果。你越想要一個答案，就越容易把自己逼入死胡同。因為有啲人唔係唔好，只係佢唔能夠；有啲關係唔係唔深，只係唔合時宜。佢可能冇俾你一個你想要嘅結局，但你都要承認，佢曾經照亮過你，曾經喺你最孤獨嗰陣，同你講過一句暖嘅說話，令你相信自己值得被愛。咁已經係一份恩情。依家仲可以好好講兩句，已經唔算差。大家仲好好活着，已經值得感恩。何必要用一定要得到去換日日都痛？講得再直白啲，你唔好以為自己淋咗一次水，朵花就要一世為你開。你有付出，唔代表對方就要用同樣方式回報。你有真心，唔代表世界就會照劇本行。呢個唔係冷血，係現實。人生本來就係嚟體驗嘅，有啲人陪你行一段路，教你點樣去愛，點樣去勇敢，點樣去成長，然後就落車。你以為呢個係失去，其實好多時係完成，完成你呢一課，完成佢呢一程。所以我想用一句好俗但好真嘅話警醒自己，愛應該係快樂，唔係負擔。當你嘅愛變成監控，變成乞求，變成自我消耗，咁你要停一停，問清楚自己，你係愛緊佢，定係愛緊你想象中嘅結局？你係珍惜一個人，定係想用一個人去填補自己內心嘅洞？如果答案令你沉默，咁就更加要小心，因為你可能唔係走緊向愛，而係走緊向執着。其實光係遇見就已經算係上上籤啦，唔係一定要永遠喺埋一齊先叫圓滿。相遇之後，你變得更溫柔、更自律、更懂得照顧自己，佢亦因為你而更勇敢、更成熟。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結局。結局唔一定係婚禮相，唔一定係同居，唔一定係白頭到老。有時結局係你哋各自安好，心入面仍然尊重對方曾經存在。最難嗰一步係告別。當陪你嗰個人要落車，
你明明想捉住佢隻手，口裏卻要講路上小心。你可能會嬲，會喊，會覺得唔公平。但你要記住，有啲人注定係過客，只適合遇見，唔適合牽手。你唔需要用怨恨去證明你曾經愛過，你亦唔需要用糾纏去證明你放唔低。真正嘅心情，有時係識得收手，俾對方自由，亦俾自己一條生路。最後呢句係寫俾我自己，亦寫俾你，唔執着，先係對自己最大嘅成全。錯過嘅唔強求，失去嘅唔挽留，放過自己，先有位迎接啱嘅人。你要相信，真正屬於你嘅，唔需要你日日提心吊膽，真正愛你嘅，唔會令你長期委屈到懷疑人生。某某人，我仍然會記得你，但我唔會再用你嚟折磨自己。多謝你曾經嚟過，亦祝你以後幸福。而我會學識將掛住變成祝福，將遺憾變成經驗，將心裏嗰個位，慢慢由只放你，變成也放我自己。如果你喜歡呢段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撳埋隔離嗰個小鐘仔，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分享啦。多謝支持。